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就正式开始啊！可以。我是西风，大家好。我拢还未甲你讲要自我介绍你。我先甲你先帮话看卖，安尼你听有无试看卖？来，你讲一解。我是西风，大家好。我大概有你的意思是讲你是说风哦，大家好安尼嘛，对吧？对啊，就这简单啊。当然音当然是无标准，应该啦。无太标准的款，我唔知影，因为我无听过，我唔知。但是你是四管腔对无？四音腔，我那个四音腔，可能会走音我嘛唔知。我紧来听有就好啦。好啦，对啊，休几落礼拜趣味嘿，你休几落礼拜啊？半个月啦。我嘛算小可有休着啦，因为顶届一录到陈顺聪老师迄个部分，我都已经录一届都动2集啊嘛，所以就较会使休困一下，啊，拄好年底长无用，嘛较无时间录音，所以会使动较久啊。感谢陈顺聪老师。这个阿聪啊，吼，我是无看到伊个人，安尼甲你叫袂要紧啦，吼，较亲切啦，吼，阿聪啊，你好哦，吼，伊有去听即个我的 podcast 的内容吼，啊有讲咱迄个时阵是讲搭一个代志，我袂记啊。到尾你有讲到一句话，到尾有私底下甲我讲，伊学着一句伊毋知影的即个词，或者老公，你会记了？就是有啥物一个应该是一个庙啊，啥物老公啊，就是个变成大家公家来管理的迄个方式。我毋知是讲庙啊，是讲啥物物件？拍老公啦，老公嘛，就是等于像讲意思拢收起来拢大家做伙经营管理的迄个方式啦。但我嘛袂记你讲啥物代志啊，小可袂记哩啊。你拢无甲问我对伊的感想是啥？但是伫咧讲你的感想之前，我要先来 complain 一下吼，就是我即个发布即个陈老师的迄2集吼，头一集拄出去的时候，因为我切成2集嘛，因为时间较长。头一集出去的时阵吼，包括伫陈老师的即个伊的 Facebook 顶管，大家拢伫问啥，你知影？你问讲有说风无？无人管讲我伫讲问啥，伊敢问讲有说风无？几落个安尼，我想好啊。哎哟，安尼真感谢，甲你斟一个哦，嘿，你有收到绯闻无？咱即届因为用手摕即个麦克风，所以卡较舒适啊。对，因为我拄仔声嘛，讲到伤大声。是吼。所以大家拢伫问讲有说风无？有说风无？安尼哦，我来了哦。说风的粉丝比我较济，就可能。袂啦，家己爱个加，爱个风，爱个处理遮济物件。哇，说风粉丝比我较济安尼。袂啦，应该是袂安尼，因为拄仔讲出来，你敢有感觉？啊啦，你的粉丝是要讲连伫伊的 Facebook， 伊的 Facebook 顶管，佫毋是我一边哦，是伊的 Facebook，老师的 Facebook 顶管。老话是问讲有说风无？真感谢，我有送恁绯闻哦。好啦，送你绯闻啊！来讲一下你即个，到尾你讲你有听嘛？吼，陈老师的这2集，其实伊原本伫受到即个邓惠文医师的采访的时阵，你嘛是我有听到，是听到伊的访问。啊嘛，拄好你甲我讲时，我就甲讲，我嘛要来访问即个陈老师。真呛死哈！呛死啦，拄好。即个我知影讲你应该嘛有这2集你有听，啊，你听了你家己的感想是啥物？好，我先来讲第1集吼，阿聪啊，我咧甲你叫亲切吼，你互我的感觉吼，就敢若阮厝边啊下囡仔共款安尼吼，以前阮的听你的讲法吼，我是感觉你是一种活泼，阮只讲活泼，啊，佫有一种老伙仔讲法，或者活宝。
佫另外佫讲一个哇，较听起来敢若是即两个呢，古锥啊，迄个感觉就好玩啊呢吼。佫真趣味。有一种讲敢若草稿，安尼讲是较囡仔款的讲法啦。讲即个囡仔敢若咱即马翻倒转来，草稿安尼。就是敢若即个囡仔讲华语做过动儿啦，坐袂调安尼吼，扑扑调安尼啦吼。嘿，我有感觉你是毋是有即个个性？因为我无甲你做，毋知啦吼。可是互我感觉是安尼。我即马要甲你请教，就是第一，即个头仔句吼，你讲阿迪对着阿迪，你家当做讲也是一个水姑娘还是啥？但是你尾仔讲，金啊，我一直要问即个金啊是啥物意思？我来解说就会使，我都免甲你回答。过来伊讲，伊叫做活泼，因遐讲活泼吼，嘛真趣味。伊讲伊活骨，骨，毋是活骨。我是听做讲，我足活泼，是吼，伊是讲活骨啊。安尼是我耳孔有问题咯。真趣味，即个人互我感觉真趣味，真亲切。这是我第一个感想。第二集下集我有详细甲你听，虽然我是无伫迄落来讲吼，我有伫听，找时间就甲你听。第二集的你讲即个三句，甲阮宜兰共款，嘛真趣味。你会记得伊讲啥无？你讲什么三句？伊有啥会讲甲咱遮的口音共款讲法？我甲你提醒一个，有一个是安尼。你讲ketchup 翕相啊？嘿，对，咱遮讲翕相。佫有一个，我有甲伊记起来哦。我偌用心，偌用功，足认真的吼。有一个做水，嘿，咱囡仔吼，迄糖啊，水我甲放转去安尼。规支安尼转者吼，转咧啦。我是袂伫讲转啦。我细汉是讲转咧。我拢讲转，我毋知，我拄仔咧讲，我毋是遮个人的款，我拢讲转吼。囡仔咱有时啊，老伙仔带囡仔带孙啊吼，规支糖啊拢会，囡仔伫转了吼，剩一丝啊，有些老伙仔摕起来，佫家己佫食，有够厉害哦。转诶，对。佫有一个，佫一个颗粒啊，佫一个什物？有三个，毋是香。嘿，咱若爱以前拢爱写批无？你讲批吼，是依然是讲批无毋对。我无讲批啦，但是我有听伊讲即三项。咱其实因为受到即个真侪歌曲的影响，比如讲爱情汉是批，因为像即款的歌的影响，咱慢慢啊依然真侪所在嘛会开始讲批，但确实我伫宜兰的一寡所在吼，我有听过人伫讲批，我特别注意到即个。有啦，阮迄个较庄较阮迄亲戚嘛有伫讲，伊早嘛讲种批着，但是我拄甲你讲，我少岁10几岁就出去了，所以我在宜兰有时一寡腔我真是不晓讲，歹势。确实伫即个咱除了补充一下好啊吼，当定定伫讲明信片，你若出国去算定定寄即个明信片。其实伊目前有一个较学台语的人较介意的讲法，讲即个讲法嘛袂歹吼，做光批或者光批，因为伊无包起来嘛，你顶悬写啥，大家拢看会到。是无毋对啦，所以做光批。听起来足奇怪。我真介意即个事咧。我讲即个光的感觉，就是互人感觉直接看会到，清楚嘿，足清楚，一清二楚，看现迄个感觉。但是即个光嘛，定定互人一款，敢若你若出去耍，有当时你讲即个所在安尼，咱讲风和日丽吼，日头啊真水啊，天气真好，迄个感觉。所以我讲叫做光批，我感觉嘛真好听。我当地都真介意即个事。久了吼，逐个定讲到，因为你讲明信片，其实以前咱都拢安尼讲。台语内底咱其实是只好叫唤，因为无你若去看吼，比如讲我讲明信片，讲实在逐个嘛。无法度真正了解伊意思，只是讲有一个物件你甲互一个名叫唤过来，但是光批是连伊的字甲伊的意义是有夹做伙。我讲这个事都是我真介意。你吼收到的两面拢看甲照看甲光，然后看了。讲看甲滚。所以拢袂使写爱情批啦。会使啦，你若毋惊人看到，大家拢较兴电风看嘛。对吼，爱线安尼吼。迄著是无要紧吼。当然一般咱都是出去外口耍来，甲大家讲即个所在我有拄着啥物代志吼，啥物物件希望甲朋友分享吼。对啊，分享即嘛是宜兰腔啦吼，老乡腔。
分享拢听有着好，我是阮伫内底有感觉啦讲到即个代志，就是讲宜兰腔其实是较属于老江腔，漳州腔带较重。当然随着时代变化这200-300年来，其实真济所在的腔口拢有慢慢咧做调整，因为人的参染。所以家己佫留一大部分叫做咱当做种较新的江腔啦，新江腔就是伊受到即个其他的音的影响较济，宜兰因过去留下的即个音较顺一撮，所以伊的老江腔的声就较济、较重一撮，小可无共款。咱等外口伫放炮啊，所以若录着炮啊，声是正常的，大家都见谅啦。我无法度控制这件代志。无啦，因为阮遮最近一个土地公庙联谊啦。嘿，你看最近嘛，毋是宜兰腔，我是讲最近嘛，毋是宜兰腔，最近就是宜兰腔。哦，最近啦，哈啦，台北伫较接用。可能我以前去台北住较久，同好的关系。伊就联谊所来自各方的所在，咱本地爱去甲见接，对，八公啊。嘿，咱之前有讲到八公啊，阮八公足亲台南的叫八公啊，咱遮毋知阮咧讲的讲法。较少啦，加减嘛，咱讲土地公较济啦。对。阮若做伙有些朋友，即马有着受恁台南的影响，我嘛要讲八公啊。嘿，咱就之前嘛有讲到即个，应该是伫搭一集的故事内底。是甲李洞宾小可有关系，但毋是李洞宾的故事吼。不哩早。伫即个。不哩早咯。嘿。无错，但是我嘛第三个故事啦，你做即个台南三大奇案的时阵，第三个有一岁啊，我哪里？嘿，我想，因为咱做到当今日录的这集会是第32集啊，所以非常遥远啊，咱就来头一集为6月初开始，对，所以嘛半冬较加咧，较加咯，7个多月啊，2022年啊，7个多月啊，202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才来开始是安尼。当然嘛，讲做到真正足趣味的，嘛袂进前其实拄开始嘛无想着讲用台语来做即个节目内容，其实会受到真济真无共款的回应，或者是做出一个你家己的心得、家己的想法。我讲这是。嘛，拄好有即个机会，变成讲做台语的物件，开始接触一寡无共款的人，接触像咱当讲陈顺聪先生，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知影打真济伫学台语会讲老师，用台语来称呼老师即个词，但是自细汉至大，我从来毋捌用过即个词，对我来讲小可硬摇。无要用啥？其实古早伫叫老师的时阵是叫先生，迄是古早先生甲查甫无完全的关系，先生主要是因为。来自日本，大部分无其实讲实在，过去本来就有这个讲法，只是讲先生当然有法度去教册，一般拢是查甫的，毋就过去啦，过去一定是有法度读册拢是查甫啦。但是先生甲男性、女性无直接的关系，是教人的这个人，这个职业，咱来称呼伊先生。有你即摆伫讲这个我甲伊提起，阮来讲我足好笑，上2节课语尔就毕业啊，2000年有够无机会。为迄个老师伊就要讲教，迄个查某囡仔带伊讲伊是中华，中华人。过来这边，其他我毋知影伊来遮教得着。伊嘛下课时拢，伊意思讲这个礼节爱有伫，是，就叫阮起来，等我煞袂记你讲诶，无伊讲诶，谢修林先生，先生嘛是，就是老师的意思，对，所以伊的客语嘛有保留伊客语拢讲先生，伊无讲老师。是因为咱打台语内底会定定甲先生当作是称呼男性讲，其实毋是吼。咱若要叫一个人的男性，头前加一个姓称呼伊的男性，即个身份的时候，咱会讲，比如讲你比如讲甲阮姓陈好啊，咱会叫伊陈先生，毋是陈先生。对。意义是无共款的，大家可能因为打惊会乱起是安那真侪人开始改用老师去称呼，但对我来讲听起来，毋知咧歹势，我会感觉怪怪。无啦，因为咱的从教育目前来讲，学校嘛就是拢一直拢叫老师所以咱即摆会称呼，咱成功。但是即个书是教书的书，是用台语来念无毋对，只是讲对我来讲。你若要文言，这2字应该是拢文言是老师，但是当然咱袂安尼念，咱袂安尼称呼人因为咱对人一般讲会较白话，但是我认为叫先生是上适合的。毋管你是查甫，你只要是老师，我尊称你，而且这个老师甲日本共款是，你无一定爱是教人的，你毋是教师，教师，比如讲，这个陈顺聪伊是写册，但是咱尊重伊，因为讲伊伫伊的领域做了真好，做了有一个程度，咱
尊称伊吼，对对我对对你的物件对我来讲真有学习的感嘿觉，互我有真侪收获。甲你讲话种的开讲，尊对重啦，对我来讲，甲伊讲话有得到真侪收获，吼，真欢喜。所以以我就会尊称伊先生，吼，对邓对对先生，啊毋是邓先生，吼，邓先生只是讲即个人是一个查甫，甲嘿邓小姐邓什么是共款意思，嘿吼，是无共款。对啦对啦，这是这是我家己的想法，我知影讲咱目前吼，尤其咱的像伫 Clubhouse 顶悬嘛，定听着，咱叫为着要讲台语吼，伊会叫老师吼，但是讲实在，我会叫先生，哦，这是我紧啦，这是我的都想法，但我无要求别人爱安怎做吼，我认为台语有真侪包容性，只是讲我嘛必须要甲我家己的想法，甲大家分享，互大家知影讲，过去安尼就是安尼伫称呼嘛，所有人拢是毋管你查甫来，伊就是叫伊先生，对啦所以对对啦我来讲，我的认知是安尼啦，吼，想法无共款。咱头前一开讲就过15分钟去啊。我顺便分享一下吼，我其实嘛甲阮今日要讲的主题有关系，就是我最近去看几落出戏，吼，其实看几落出戏，包括有看歌戏，有看布袋戏，吼，顺续甲大家推荐一下。先讲布袋戏代志吼，我即个主要内容无伫布袋戏，但是甲大家分享一下，我去看一个做新盛景，应该说新盛景、新盛景。吼，即个江中剧团，戏剧拢会使吼，戏剧的剧吼有两个讲法啦，我的习惯是念戏剧。那我知影，这是无共所在腔口的差别。嘿吼，叫做江中剧团吼伊其实即个演出是叫做光雕的布袋戏，光雕。掌中是毋是傀儡嘛？毋是，你咖喱戏是悬丝，还是吊线的。咱这是掌中，就是布袋戏。用布袋戏，掌中剧团，伊叫做掌中戏，就是拢布袋戏啦。即个布袋戏因即个真特别，是伊融合着包括即个无共款的团体吼，北中南拢有吼，北部、中部、南部无共剧团做伙来合作。伊的即个演出吼内底有即个真古早式的迄款一支手大细即款布袋戏翁嘛有较中型，嘛有较大型，当电视里用迄款大型的全部拢有。等于迄个布袋戏联谊，等于讲伊要互大家知影讲为古早甲当即传承的感觉。我虽然做就是新的物件，我有做导影吼，即导舞甲安尼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安尼吼，确实嘛真好看。但是伊嘛要甲你讲，我有真侪是传承物件，迄个当初时的物件我是有留落来，甚至有即个92岁的那以咱的念法是单虾红、陈锡煌，歹当古虾迄个虾，吼单虾红即个。嘿，色嘛可以单色红，我知影因当场念是念单色红啦，但是毋管你要念在一个念法，但真正陈锡煌老先生吼，就是伊是92岁国宝级的，无简单吼。啊，个人有到现场去支持，啊，个邀请伊上台人一撮，互大家看一下，讲因有伫遵循即件代志，讲我做布袋戏，我希望互大家看到，毋那是爱足新的、足科技的、足现代，我嘛希望互你看到过去的，伊有甲做伙，即点我感觉真值得赞赏啦。甲即个布袋团上落去安尼，你会看到迄个老先生徛伫台顶，你感觉就感动啦，感动。又搁伫放炮，大家应该吼，咱无录音室，咱无伫录音室的空间就无法度，即个放炮可能爱搁不离久，咱可能规场的即个过程拢会有，拢敢放炮，嘿啦，无紧啦，当作老人啦，嘿啦，事实就是老人嘛，虽然是新历啦，马上过年时啊，大家到老人一个安尼，欢迎其他人来。头一个去看就是布袋戏，其实是较晚看，然后布袋戏的演出。过来第二个就是我即个讲到的主题，就是即个东美魂歌戏团的即个2021天鹅宴。我有看到伊广告2021天鹅宴，天鹅宴这出戏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过去嘛捌讲过，我伫咧即个歌戏团来食过头路一段时间，当然时间毋敢讲伤长啦，其实无讲介长，甲真侪即个老前辈比起来差真侪，但是迄段时间来真侪收获，真侪学习，嘛真辛苦，讲实在。除了必须要甲大家讲，我无演戏吼，除了演戏以外，啥物代志拢爱做，应该互大家了解一下。当然嘛。见识真侪无共款的世界，无共款的物件。无一定你来落去演小生，毋过歹配咧，因为你遐悬伤悬吼，无小段好配。你目前看台面上吼，伫一线吼，头上徛伫上头前的，即个小生歌戏内底小生，搭一个是查甫的，对啦，无对无，嘿啊，所以
查某来演小生较有迄个保种，我日本有一个做保种歌舞团的迄个感觉，较有味道，啊，装起来佫水。嘿，过去有即逐个拢个卖小生，较卖长久以卖来，小段。长久以来较有即个习惯啦，嘿，小生较吃香啦，较厚啊，较好红，要红较有机会，嘿，要红较有机会啦，但是拢是查某做小生，有影会卖咧，迄小生足缘投的咧，介缘投啊。对啊，包括董美魂吼，董美魂嘛是即个同款装起来就有迄个扮相，有即够出戏其水。实，天国园毋是新戏吼，剧本毋是新戏，剧本是过去即个好乐，也就是真我久啦，讲嘛这天无要紧，我嘛国演足几落久年前的啊。代志啊吼，我伫即个我捌伫好乐歌戏团来食过头路，嘿，即个剧本就是来自好乐歌戏团，和乐歌子戏团，嘿，伊正式名称叫做歌子戏团，嘿，伊是写儿子的字，吼，这是即个当初时的团长老团长的一寡坚持，吼，伊有伊的想法，这我都无阁做伤济解说啦，哦，反正就是，你毋好一直赶去哦。好，就是即个当初时的即个剧本吼，是1992年的剧本，吼，啊，当然我去的时阵是已经无做即出戏啊，但是因为真古早时我都捌看过即出戏啊，吼，就是即个天国园，当初时的天国园讲哇，即个剧本实在确实有厉害，剧情、演员、舞台。唱词吼，全部音乐每一个拢是，我认为伫迄个时阵算讲是徛伫上头前诶，已经无人比佫较敖啊！吼，即规出的制作即个作品，确实是有伤厉害啊，真好看，夭寿好看，真正敢若想讲夭寿好看。所以到尾对我来讲，即出戏就足重要，因为我到尾下日要去即个河洛食头路，其实有一部分嘛是因为讲因诶即个作品，尤其像《天国宴》吼，对我来讲是。非常根深蒂固。对我来讲是足感动的一个表演艺术，真正是艺术。对我来讲真正是艺术，所以我才去到遐食头路。当迄时阵，其实我去的时阵，董美魂已经无伫遐吼。因为就是安尼真侪演员，这是正常的，这是最正常的。对剧团来讲，你若有一个程度、一个抗战，其实咱希望的是市场做好佫较大，毋是敢若彼此竞争尔。所以演员做到一个程度，伊想要出去，这是正常。尤其好乐吼是一直无甲演员绑伫家己的剧团，因无即个想法，因过去一直拢是你既然有即个想法，你有做到一个程度啊，你要出去，你就出去做你家己的团，这是无问题。放你自由啦，嘿，所以这是好乐过去的一个看法啊。所以伊本身毋是讲团长来做即个主角，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团长无负责这个代志。那是我感觉真趣味，对我来讲真有意义的代志。当初是伫遐做完吼，伫要离开的时阵吼，因为我点一段时间，到尾嘛，因为真侪无共款的原因，真侪规划吼，所以想要来离开剧团啊。要离开进前，迄个时阵共款是挂名即个艺术总监的王金英，人叫鸟子啊，王金英王阿姨吼，拢叫王阿姨吼，来有甲我联络，就讲请我食一饭，所以我来等一下啦。讲我有去过即个，就是咱即届嘛有演出，就是去甲因兜伫北投啊，即个水道水，咱之前讲水道水、水道头水船啊，拍开出来就是温泉水，迄款的迄北投迄个所在，就去因兜啊。甲伊开讲厝真大间，门口佫饲两只足大的鸚鵡，佫甲伊翕相，佫请我去附近遐食饭安尼，就帮开讲啊，伊就甲我讲，最近伫做啥物物件，保存一寡即过去古册留落来真济真厉害的纪念碑，拢是真，包括真济戏剧内底，比如讲小生出台，我就开头一定是讲啥物诗句，我若是。一个老生出台，我咧讲，我只要听伊讲啥，就应该爱知影伊的即个身份大概是啥物身份角色是啥。过去其实有一个做真固定的一款写法，爱甲即个物件拢保留落来，伫推广即个台语的文化。过去就是我熟悉啦。熟悉伊的时阵，伊其实就是一直伫推广即个物件，所以迄时嘛讲我反正会来做即个台语的 podcast 嘛，甲当初是伊伫甲我讲即个物件有关系嘛，无一定。对啦，有些是一个机缘呐。一款机缘安尼，所以嘛，讲真趣味安尼所以我去即个王阿姨因兜食过饭，而且互伊请过请我食饭。连刚好爱找我去。一般戏袂无法度。连刚好爱对哦。伊即届伫咧天国园内底嘛是有演出共款甲即个伊甲2006年的迄出共款是演即个内底管令的某，管令的夫人安尼。李道九。咱南面会来讲到即个故事。
我发现吼，咱时间已经25分啊。嘿，我即出我的因为我会讲到剧情，先要讲即出戏的剧情，是因为我过去吼，咱做台语话故事，甲我对人讲，咱甲当即集的是第32集，吼，已经过30集较加，半当较加啊，7个月较加啊，吼。对，我每一集内底定有一寡话吼，有一寡道具，有一寡押韵，是有一寡敢若俗眼的物件，其实拢是出自即个天高宴内底的事，我过去改编过，所以即个天高宴我已经熟悉到有剩甲熟悉到什么程度？熟悉甲烂去啊！我即摆伫看东美魂的版本是天高宴吼，201天高宴。每一句倒也有改过，倒也无改过，我用听的我就知影。你真厉害！伊嘴要开，我就知伊即句要讲啥。有时讲你嘴开，我就看到你脑底啊咧。是，所以伊倒也有改，倒也无改，倒也音乐无共款，吼，即个动作安那我全部拢知影。讲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安尼真恐怖咧。我实在是伤熟啊，即出戏伤熟啊，吼，非常介意即出戏啦，吼，所以即个特别的。嘴开我就看到。希望讲既然安尼吼，我当然嘛有甲朋友做伙来去，那其实嘛有人问我讲，拄则伊讲迄句是啥物意思？我想啊，伊确实内底有足济足厉害即个道具，足厉害即个伊创作出来即个话，吼，希望讲安尼咱甲即个剧情吼全部走一解，互大家了解者了后，嘛伫内底我会甲我认为讲内底讲足水的、足特别的，吼，即个话句你以后会使摕来生活中真正会使使用。伊的文书真正水。即厉害伫咧讲，伊水还水，但是真白。会使互你正常使用。即用较文的讲法，叫做雅俗共赏，吼，就是即个毋管你是要真水的部分吼，真文雅的部分嘛有，但是讲话佫会使用字讲较真白，吼，所以平常时真正是会使使用的。文雅佫听有安尼。非常困难，吼，即个剧情哦，剧本确实有够厉害。你得一个人遮搞所以我就来介绍即个。所以今日咱无时间介绍即个内底剧情甲伊内底的话，但是我会先甲即个咱即个故事本身是安怎来，互大家了解。大家若后壁要学真侪即个俗眼啊，或者是这故事真侪足趣味的部分吼，即你看一摆戏，你无一定有机会了解到，因为戏一直伫搬吼，搬过就过去啊，你无一定有法度知影。但是伊即个来讲吼，我看足侪遍的，重播佮重播，嘛是继续看。电视台会有当时会放吼，伊会放即个片吼，但是你无一定会注意到一寡细节吼，所以我告诉你，即内底我嘛甲大家来分享吼，这就是后一集的代志。咱先讲咱即个《天高宴》本身吼，其实《天高宴》即个剧本吼，伊是出自一个共名的慢剧，知影无？毋知对无？嘿，你若甲我绕开，你就感觉足欢喜。无啦，我哪有甲你绕开慢剧？一般的人毋知影是正常的。敢像讲我内底找阮遐学员。无啦，因为你慢剧，你连讲台语咱嘛毋知是啥物件。我会讲有些就是人绕开求进步，有些是吼。无绕开啦，慢剧毋知是正常的啦。无啦，我咧讲我即后壁插话就讲，阮遐学员内底做以前我讲。恁的痛苦都是我的快乐。对啦，伊也是训练无共款啦，你莫看佫离较远一丝丝，你才声会上大声，是。慢剧其实若写汉字叫做闽剧，戏剧的剧，慢剧。慢剧其实是中国一个传统戏曲。传统戏曲啦，传统戏曲有一个特色，就是伊大部分使用的拢是迄个地方的即个语言伫咧做表演的，所以比如咱讲即个慢剧，即个慢吼，就是福建的简称，闽南语的闽，闽怎样吼？闽南语，闽南语，咱讲闽南语，闽南语也是闽南语，对无？闽南语，你是泉州腔，闽南语吼，就是即个。闽这个字，闽南的这个闽，叫做慢剧嘛，咱叫安尼念。不过慢剧用的不是闽南语哦，伊用的是闽东语，或者闽东语，就是闽咱都讲闽这个所在其实指的就是福建省，中国的福建，福建的东边这个所在用的语言，因为福建省已经足大，对，福建省足大，其实每一个地方拢有家己的语言，对啦，所以闽南语，咱台湾讲台语，甲闽南语同关系真亲，但是嘛是捌有人遮老岁嘛有人在讲闽南语，对，其实都讲实在教育部甲咱嘛无改，伊嘛是写台湾闽南语，但咱先不爱管迄个政治问题，就是讲。伫咧慢剧内底，伊用的是闽东语，闽东这个所在是闽东这个所在。东意思是东的意思，是，就是福建东边的人伫使用的话。主要咱讲伫福建东边有啥物款所在，比如讲像即个福州，
福州就是咱讲福州杯对无？嘿，什么三行的啊？嘿，什么剃头刀啦？对，但是其实福州吼，咱若用咱目前台语念福州，对无？不过你若是福州人家己咧讲吼，伊是念福州，福州，嘿，福州。我有听过因安尼念吼，所以即个福州你讲的话，平常时你讲的话，就属于闽东语。但是因袂安尼讲啦，因甲一般吼会甲家己讲的即个话，即个闽东语做，咱来用台语念做平话、平话。平就是平常的平，就是平常时你讲的话。平常讲的话。嘿，不过因袂安尼讲吼，因即个平话因会念做，我念看觅，叫做闽话。闽话就是平话的意思。算讲因的一寡语言较特殊的啦，咱会听无。因念做闽话，就是因平常时你讲的话，也就是闽东话。闽东话就是即个咱讲闽东语，就是闽籍伫使用的语言。其实也就是讲，天高演即个剧本，原本毋是台湾大部分所使用的语言咯。但是有一个所在台湾有伫用，台湾本岛无伫用，但是台湾的外岛有伫用，叫做妈祖。是安尼哦。嘿，妈祖说妈祖无毋对吼，对啊，毋是咱拜迄个妈祖哦。直接讲妈祖对啊，敢无佫有啥物事吗？妈祖用的就是闽东语，还是闽东语？就是，所以咱若听妈祖人，金门妈祖啊，毋是金门毋是讲。我知啦，我是讲，你讲即嘛，即个妈祖的。对，金门妈祖是金马奖迄个金门妈祖，就是对啦，迄个毋是拜迄妈祖啦。是。讲倒来，天高演本身伊原本其实是中国的即个编剧家，就是写戏的戏剧家。编剧。叫做单道贵、陈道贵。很厉害道德的道，贵重的贵，道德的道，贵重的贵，单道贵。伫咧1990年创作的剧本。这人无啊啦。伊当国伫哩无，我可能爱研究，我袂记哩啊咧，我袂去查即个代志吼。当时伫咧中国吼，都伊写即个剧本出来了后嘛，摕到真侪奖。摕到真侪即个奖对，伊人讲讲奖啦，因为即个剧本开始写了真好。后来即个河洛歌戏团的即个我真正的一个头家啦，算是我真正头家，叫做老中原。我有知影即个人。老团长。迄个钟也时钟迄个钟啊。是，伊就去。一箍两箍的圆啊。刘宗元啊，不是。敢是啊？敢钟啊钟？我袂记啊。类似啦。我说袂记啊，迄个圆敢若是元就是一元复数的元。一元啦，我讲对啦吼。一箍两箍的啦。算是啦。就上到即个剧本讲啊，即个剧本开始写了非常之好就去甲伊联络。伊嘛不哩厉害呢吼，老中原。老团长，那当然伊当已经无伫哩啊。前2年无伫哩时阵，伊即个宋礼我去甲看一个。对。去甲调一个。无毋对，叫念香。伊处理即个版权了当时就甲剧团内底的人还一个好朋友全名我毋知伊一个好朋友我毋过大家就是拢叫伊晋赏姓陈啦晋赏伊一个好朋友定定伫甲伊讲话开讲时定摕着即个人的名过去就甲即个文字的部分讲实在敢若做一刷改编，因为文字已经写甲伤好啊，伤水无啥需要改。当然，即个音乐啦、曲调啦，这是用歌戏的表现的形式，伊总袂使佫共款用即个慢剧的方式去表现，大家听无所以改变过。改好咧，一个到尾伫咧1992年第2月份，伫咧国家戏剧院首演。1992年头一年演出，加旧年算旧年啊，咱录音是1月份啊，11年算旧年啊。到2011年的时阵，总共就是过了30年，所以即个当美份伫做2011天高演的时阵，就是你讲即个物件，讲时隔30年，才主要一几个演员再度来演出即出戏迄个感受是完全无共款。隆重演出。是，所以我毋知会讲一看即出戏要做随紧紧去买票安尼。当过当就是1993年伊即出戏佫得到即个电视节目金钟奖或金钟奖奖也可以金钟奖因为过去即个传统戏剧甲一般电视节目是无分开的。伊这有录影了后伫电视顶悬播送。是嘛？这是有录影，所以就会使算讲是得到，所以伊伫电视顶有播，所以就算讲会使参加电视金钟奖。
伊首演的即个卡数吼，毋管是咱打来看，或者是伫当时，拢是会使讲一时之选啦。吼，一时之选就是大家上知影的，包括着演皇帝董美魂吼，唐老师演杨淑妃的即个王金英，吼王阿姨吼鸟姊啊，鸟姊啊，鸟姊啊，过来演即个洛阳关灵吼，洛阳拢会使伫即出戏内底。演员定定那物讲洛阳，那物讲洛阳，看伊就习惯啦。因为但是就是若漳州腔，我就是会讲洛阳，洛阳关灵吼，洛阳关灵比道九的即个小咪，咪姐咪神，即出戏即个叫小，即个角色无法度演，无法度演，讲实在，无第二个人通连选。过来就是当初是1992年个即个演美道九的夫人的因某的，吼，会记你是像无？伊早介绍一个捌杨华是个，毋是，杨华是演春兰，演查某囡仔。对，迄个捌王金明大部分拢做小生，到尾拢做小生介绍过一个啥人？迄个啥？迄个徐雅芬，足古早，柯雅芬，足古早。柯雅芬其实到尾吼，即个徐雅芬老师伊到尾拢是做小生较济。对。其实伫咧歌戏界内底，伊传统戏曲吼，一般有分所谓的行当。行当就是讲你是主要主攻做啥物款的叫小的吼，咱讲圣诞节末做做小生，做小段，做老生，做小丢啊，三花吼等等。那即个柯雅芬目前主要做的是小生为主，所以伊过去伫即个何洛璇捌演过即个角色吼，就是美道九的夫人，是一个无算老段，有较老段的程度。差不多啦，嘛是真趣味的叫小啦，伊迄个角色会不哩好算。就是伊是一个嘛袂使讲说，应该嘛无甲三八的程度，三八是一个数，毋是伫骂伊。无啦，即有时说三八就是敢若三花的意思，查某的三花的三八，但是伊无甲三八啦，伊是主要是较古水的即个老水的老段。应该是讲伊较跳痛啊，迄落一般的演的。若一般安尼吼，伊毋管伊原本是查甫还是查某。咱一般伫看讲，伊若是即个主攻是演查甫的，伊走去演查某的时阵，即叫做反串吼。即毋管伊是查甫，所以今日若孙翠凤，伊去演查某，伊嘛会演查某，比如讲演白霞端，即是白蛇传的时阵，伊就是演查某的，就演白霞。即时阵嘛做反串，你袂使讲伊本来查某啊，演查某那时毋是吼，伊主要是伊主攻的行当，就是伊主要是演一款的叫小，一款的角色。吼伊变成甲即个角色无共款，颠倒变的就是说反串，即互大家了解一下，传统戏曲内底一个特色。佫有即个演老国公邦显灵的单星灵。单星灵的声真特殊。伊是老生王，就是讲老生王，就是讲伊做老生非常厉害。无，因为已经无伫哩啊。对，我会记你讲，即个人那歌戏界叫阿里马姐。伊的声太特殊咧。我前2工佫伫甲朋友吼，歌戏界内底朋友，伫想遮的人讲搭一个，当已经无伫哩啊吼，就即个阿里马姐，当嘛无伫哩啊，老生。佫有即个可能戏曲界较熟悉啦，一般人可能一般敢若看戏，可能佫无较熟的，就是即个当初是演洛阳都督魏德安的吼。即个叫做尤坤，即大家可能较无较熟，但是伊嘛是老生正老生，足厉害。伊面长长的，对啊。但是伊嘛袂少岁啊，嘛无伫哩啊，我印象中伊拢叫伊阿坤阿姐，就是。这个声嘛真特殊。当然啦，以因的岁数，我要称呼因吼，叫阿姐实在是较共偏啦。咱的岁数差较济，但是就是对一寡演员安尼叫啦，叫阿阿姐、阿坤阿姐，尊称啦。尊称人若愿意就好啦。是。事实上吼，1992年即出戏首演了，就开始伫咧台湾各地做巡演，全台湾拢伫演出，嘛有即个外台公演。其实打即个董美文老师这边董美文先生这边伊的即个2021天公演，目前拄首演结束3天吼，伫咧12月24连续3天，旧历新历嘅12月24已经过啊，但是说落来一定以后会有一寡即个包括公演啦，就是唔管是剧场内底可能因为当家伫台北尔嘛，过来环西个一个台中啦、戏剧院啦、台南为其他的所在，我相信一定会有，我唔知影有无，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啦。一出戏
做出来，总是希望讲互较侪人对啦看到。对啦，啊是过来真赞的一出戏啦。对对对，啊，过来后壁凡是还有机会，就是做一寡即个户外室外的公演，大型迄款大棚仔，就大款的迄款大棚仔的公演。那大家有机会，不管是爱开钱买票，还是无开钱买票，只要你有机会去看，我真正就推荐大家，希望大家真正去个欣赏，真正足厉害。当然，你会使听完我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你网络顶管你找会到，所以袂有啥物暴雷的问题啦，袂讲我都毋知剧情你甲我讲了，拢无兴趣。无啦，已经演出啦。30年的物件，你才甲我讲咧，就较先超过。这演出，咱的嘛希望，这伊剧情无改啦。无啦，更较希望大家来参与，那会讲做嘿。伊的这个脚步手路的唱词，伊的剧情做起来有偌水。伊的唱腔，伊的肢体动作，演员有法度甲这个角色，伊的这个特性表现出来无？这就是重点。对啦，毋是讲一直去看这个剧情，你甲我讲了，我免哪看，甲迄无关系。30年的物件，你当讲这个看甲听故事无共款啦。这个是推理小说，迄无共款。这是讲你我知影凶手也袂使。你去看迄个临场吼，坐伫遐看，真是无共啦。是，你会离袂开骹。真正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爱去看这出，因为你当要看到这款的卡数，这款的演出，就真正敢若安尼。以早吼，只像讲咱遮啦，中秋啦，捌请南洋戏剧团啦吼，啊，包括台华的迄个王占阳嘿因吼。嘛，拢一定无罗东文化广场，嘛捌请来孙翠凤，共款这种大场的，对，拢是这款48球以上公演，迄就是舞台48球以上，对，这就是过去真好看的，拢是非常真正最精彩啦，有机会一定去看。当然你有法度入去剧场内底开一撮钱。迄个感受佫较无共，因为你袂受到外口的影响，而且剧场内底布景也是做足侪变化。你外口公演毕竟受到环境的限制，你无可能调来调去、改来改去，迄伤困难啦，伤复杂啊。你像讲咱今日录音来讲，外口变叫，你去录播客啦，遮尔好，我替广告，我无买啦。对，这差足多啦。是，迄个环境你就我遮就无隔音啦，较见谅，无隔音，无都无做隔音的这个。我无法度做伙。其实伊这个天国园当初是1992年推出了，在世界做公演了。伊伫2006年的时阵，2006年、2006年的时阵，又搁合作，搁重新来制作，推出这个拢无共的新天国园，新天鹅宴，完全上内容无啥物改动着，因为这个两出我拢看过，所以我拢知影。主要是这个演员的部分变化较大，当初是这个董美云、柯雅芬拢经离开这个合作，家己去创团啊，创团的代志咱头前嘛有讲到，这是正常啦，像你头路姐姐个环境安尼共款意思嘛。但是嘛有无共款的人会入来啊，对啊，所以像这个皇帝。董太宗内底主要的一个角色都由董美云改成这个打定的电视顶拢会出现的李雪峰。真侪人问我讲，你是毋是李雪峰咧？你嘛做雪峰嘛，雪峰姐啊！毋知啥有诶人认为讲你的声甲伊足像啊，是安那？一直来问我讲，都无共人。真侪人误会你是李雪峰咧。差遐济。我就讲，恁是拢叫雪峰无毋对，恁嘛确实捌见过面无毋对。对。但是毋是共一个人。完全无共啦。是。大个所在嘛无共啦。大个所在嘛无共。这是本名啦。李雪峰应该嘛是本名。我无了解啦。我是本名。我会经手伊较早的资料，知影过去啦。过来，无共个啦。过来，这个演杨淑妃，就是伫咧皇帝身躯边。剧情咱以后会讲到，咱后一集会讲到。演杨淑妃的这个演员本来是鸟姐啊，王金明、王阿姨，伊就改换去演这个美道九的美夫人，美道九的夫人。那杨淑妃又上来演的就一直吵讲要摇把叉，吵讲要食天鹅肉迄个迄个牛牛啊，牛咧，就改有这个红仔头非常之水的，正明的咧，赵慧君来演出，对无？来伊来做。赵慧君嘛，一流的呢。是当时是1992年演韦德安嘛是真重要这个角色的因为已经不知啊。对，因迄个时阵可能无伫咧，也是已经真侪回我无确定因为伊伫演
首演的时阵就已经足侪岁啊，嘿所以该有一个即个较少年一辈，说简鸿章、甘鸿章来演出吼，伊即的个名敢若捌听，有伊嘛，其实进前嘛定定伫演出，最近我较无看着，但是伊嘛进前定定伫演出，吼啊演技其实袂歹，稳稳啊安尼嘛袂歹安尼。查甫嘛，嘿，查甫诶，吼，对啊啊，个另外一位就是演即个邦显玲诶，嘛原来因为咱讲阿林仔姐个摆嘛过身啊，吼，陈星林咧即个老先王嘛无伫哩啊，是由嘛是较新一代诶吼，叫做吴明志。哦，吴明志当嘛进前，当我毋知有无，进前嘛定定伫咧即个东北云诶，即个大爱台，伊大爱时嘛，该拢有参加伊诶演出，吼，但我是毋知影，吼。不过就是你会使看讲人拢有伫调整伫改，有新诶人变化啦。但是就是有一个人绝对袂使调整，就是 MV 就救，这就是小咪袂使改吼，因为伊一改即出伊无法度做。他太厉害了。即个带有即个抽角啊，即个感觉吼，真正毋是讲虽然有法度做吼，小丑啊其实是即个戏剧之王。无好做呢。是咱讲小丑啊其实是戏剧之王，就是讲小声小段了，个较好找一丝丝啊。小丑啊要做较趣味，有喜感，逐个会介意，但是毋是干那安尼规工黑白乱舞，无遐简单。对，反正就是安尼吼。那因为今仔时间有限，我头前往开讲到我要50分钟过去。无啦，着伤久无讲啊。先互大家了解一下天高演的基本的资料吼。我讲开一个，对，嘛是甲大家推荐讲，真正有机会，一定会搁重演，我相信一定搁重演，大家会使去看。好，过来就是咱后一集开始会陆陆续续来甲大家介绍即个过程吼。伊讲即个故事是发生什么时阵，出什么代志，内底真济足厉害，即个词，毋管是唱的词还是念的词，拢足厉害。我会甲我讲内底我真介意，真有特别的吼，就是讲会使用伫生活当中会提出来，或者是大家可能会听无啥有诶。有人问我讲即句有啥物意思吼？即个物件我会提出来，甲大家来分享吼，互大家会使了解即个物件。你后壁搁去看的时阵吼，等你这听了后壁搁去看因的即个演出的时阵，迄感受完全无共款。因为即马无看过啦，吼，所以讲吼，有啦有过啦。你讲我当你讲是讲迄段无过。不是这样紧的语速吼，阿聪啊吼，嘛有影有紧吼。但是我讲咱即个部分即拍结束啊吼，会使来讲一下陈老师的代志吼。我讲甲陈顺聪先生伫讲话时阵，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感受是，伊足稳的，伊迄个稳的感觉就是讲，伊要甲你讲紧讲慢，伊拢会使吼。但是伊袂互你拖咧行。因为我讲话有当时真正足紧诶，所以真侪人甲我讲话时，伊速度会对你好有紧，就是今日你跟关系我知影，真侪人会对你有紧，是感觉讲较紧张。但是你会感觉着讲，伊伫讲话伊足稳诶，伊袂互你拖咧行，而且会使家己去慢一丝啊。会甲你动一个。比如讲，尤其伊伫念即个伊写诶诗诶时阵，伊念好，你会发现讲我讲话速度都你就互伊拖落来。你会感觉讲人慢慢点静落来，迄种感觉。我问讲，飞机几多点？这是什么意思？你的飞机是几点的？这你对哦，我讲这正确的哦。飞机几多点？专讲学即句就对啊。我拄则讲到陈老师，我甲想到一个件代志，拄仔你问讲，伊讲迄个金马什么意思吼？伊毋是讲金马人，是我讲耳腔有问题吼。伊是讲金马人，金马是啥物？知影无？就是伤紧，你看卖一个。金马是啥物？知影无？毋捌。咱定定讲我遮有一条筋，敢若小可去钻着。挽着啦。挽着钻着，关着，对无？你叫我帮帮嘛。毋是挽着意思，伊迄个筋其实，若用华语来讲，其实就是指人的肌肉。因为人的肌肉是一束一束的，所以日语内底若写筋肉，意思就是肌肉啦，华语用做肌肉的意思。所以讲我有伫练，有伫运动，有伫练，吼是较汗臭较好一丝啊。伊其实是伫讲我汗臭好的意思。伊讲筋嘛，伊调工用即个筋肉。紧吧，你把你讲伤紧啦，是伊讲，毋是我讲。咱要强调肌肉的时阵，因为一般台语伫讲的讲，这人汗臭好，对无？但是伊当调工要用一个较现代，因为咱过去汗臭是讲你有伫食头路真认真，是生活的关系，所以你人较大只，较汗臭较好。但是当是要意思是要想要强调讲，我可能有伫专门伫训练、伫运动、伫健身安尼就对咧啦。你吼，所以调工伊用金马人。我记你甲我讲金马人，安尼我就听咧金马。无啦，讲原来是一个金马人。金马人，我开始嘛讲会较紧，伊伫讲是较紧。金马人，金马，我想讲金慢着，咱做
讲金版就是讲，因为我的无啦金伤暗，伊本来是讲金路想伤暗讲是毋是一个水查某囡仔，啊，我一来原来是一个金马人啊！是这个金马人意思其实嘛听无，我甲你讲正经的。袂啦，因为当慢慢啊开始少年人要使用伊，需要一寡新的词是啦，来形容。是可能你去接受。比如讲，我当要讲我倒位啊，即个金马训练了无够，训练了有够，我都必须爱用即个方式去形容。是啦，啊，你安尼讲说，毋过你用啊一个金马，金马人个音无够，好啦，今日咱的即个内容，拢无机会讲着故事，啊，乱七八糟呢，没啦，白开讲安尼。先开讲一个吼，因为马算讲一个拄开始开头啦，因为咱嘛拄好休困，你即边嘛休困录音的嘛，半个月，可能毋闹，可能3礼拜，是嘛？哦，可能吧。3礼拜以上有，嘿，所以。都嘛互你来习惯一下。哦，拢袂记起啊，咱嘛头前先，因为即个《天国宴》吼，对我来讲算讲是真重要的一出戏吼，希望甲大家来分享内底。真深的印象。嘿，对我来讲真有意义啦，所以希望讲会使用较济时间，甲大家好好分享内底真济重要的内容，互大家会使知影。那么，所以头前做较济即个介绍啦，互大家知了解讲伊过程是安怎发展出来的。啊，反正伊当嘛要搁演，要加演，应该嘛毋是讲随就随有啦，可能嘛等几个月啊，我爱哋有。真济的机缘啊，真济的我相信今年来一定会有，但是当时有这我无确定。我相信一定会有戏做出来，总是爱好好利用。所以就是先互大家了解一下，那刷落来应该会有一两集拢专门伫讲即个天国人的代志。这就甲大家预告一下，有机会大家会使去看就对啊。好啊，今日咱的即个内容就到这。那这一集内容你听了有啥物想法，或者是啥物款的建议啦、指教，拢欢迎你到即个 Apple Podcast， 还是即个 Mixbox 留话互我。另外，咱打即个 Spotify。Spotify 嘛推出即个拍星仔的功能过去是伫 Apple Podcast 顶管才有，所以毋管你是用 Spotify 还是用即个 Apple Podcast 嘛拢希望讲你会使刷动你宝贵的手指头啊，汤米一个5粒星，汤米拢讲我要5粒星，甲董美云共款伊伫咧名簿客栈的看，我爱5粒星。来，所以就希望大家互我即个5粒星的评价甲咱斗推广者，斗分享一下安尼。那有啥物意见嘛，拢会使留话互我。另外，你嘛会使到即个 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来查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来分享，还是讲有听到即个说谎记的转来回归，正式回归，来转来甲咱阿弟来开讲内底真欢喜的，有话要甲讲，要甲告白，你嘛会使留话甲我讲我会帮你来转达。就是安尼当然你若是就是讲真介意阮的节目，希望讲赞助咱即个你收听的平台顶嘛，拢会有写即个小额赞助的即个连结你嘛拢会使甲点落。咱今日节目就到这，感谢你，拜拜。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